家好，我係阿蕭，今日我會同大家介紹我嘅七龍珠英雄卡啦。首先第一張就係呢張吳吉塔嘅 BM 啦，就係 BM10嘅，然後都係勁嘅。呢一啲我今日介紹嘅卡係勁嘅七龍珠英雄卡。呢張 M 達啦就非常有用嘅。之後玉炎空啦係好平，但係佢係實用卡、自製卡啦，即係角色卡。M 達倉克達之後佢係高傷害。之後防守啦，彩達、彩飛高傷啦，倍傷。唔犯就冇乜用嘅，但係你幾中意。又超炎空打直傷啦 ，BM11 超炎降氣步。之後就有呢一張三星就係巴達克戰隊嗰啲啦。有一張嘅雙人嘅塔瓦就遮住個面嘅。之後有紅面具、銀龍一閃，仲有超四部落嚟。然後呢啲三星啦，就唔需要介紹噶啦。之後就有三星，必殺技嘅達洛特、黃金菲利啦，高傷卡，戰鬥力嘅加戰力嘅連線彈，嬲唔就直傷，以前好有用，但係而家就冇用，就俾人代替啦。紅面具純粹靚嘅。持久戰嘅代表卡卡文奧連又飛起來啦，大家都知。之後回氣哈茲3倍悟空啦呢張。之後有光龍，仲有光龍祖比達、比魯斯。呢一啲就係我暫時今日介紹嘅七龍珠英雄卡勁嘅。如果再想睇啲我嘅片嘅話，就訂閱同埋 like 啦。拜拜。